少城主，你没事吧？少城主，什么少城主？我现在是威猛山的大当家的，不当少城主。厨儿呢？厨儿当。少城主，这话可不能说。你破什么你？我是威猛山的老大，我谁也不怕傲。陈芊芊，你还记得你是来剿匪的吗？谁呀？这小模样长得挺标致。你要不跟我回去当压寨夫君嘛？哎呀，这是你夫君。我什么时候有这么好看的夫君啊？什么时候来的？怎么来的？抢回来的。抢来的。那我就再抢一次。你验货啊？你这几块腹肌呀？腹肌啊，这得啊。这咱回去说吧。害羞。有什么事咱回去说哈。都给我转过去！哎，你们也别看了啊！别闹了，跟我回去。我跟你说，你长得特别像一个人，可是那个人以前说他会一直保护我的，但是在关键的时候吧，他跟我怄气，还拿山匪吓唬我，最后我一个人留在营地里。是我不好，我这不来了吗？陈硕，你怎么才来呀？我都快怕死了，我都快……你就看他们的大刀有多大，你知道吗？好了，不哭，是我不对，你打我骂我怎么样都行，好吗？天水女主角呢？报警！我大当家了！收去。那这些人怎么办？既然你们认定芊芊是你们大当家，那就跟他一起回营。此后威猛山众人归顺少城主，为他所用。回到花园城后，不准目无法纪，违命者军法处置。走啊！走啊！跟大当家走，走。